創世記第33章，雅各甲以掃相見。雅各舉頭看，看到以掃來，閣有400個人甲伊做伙，就將遐個囡仔分開，交予利亞甲呂結以及2個女婢。雅各將女婢甲因的囝排做頭前，利亞甲伊的囝排佇後面，呂結甲約瑟排佇落尾。伊本身行去因的頭前，連7遍趴佇塗骹拜，挖困伊的兄哥。以掃走來迎接伊，甲伊攬地，閣攬伊的頷頸，甲伊親，2個攏大聲吼。以掃舉頭看到遐個婦人人甲囡仔，就問：這個甲你做伙是甚物人？雅各講：這個囡仔是上帝賞賜予你的僕人呢。講了，2個女婢甲因的囡仔進前來拜，利亞甲伊的囡仔嘛進前來拜，落尾約瑟甲呂結嘛進前來拜。以掃講：我拄着迄陣精神是要做甚物？雅各講：是毋望對我的主得到恩典。以掃講：小弟，我的已經有夠多啊，你留着。雅各講：毋通安尼，我若對你得到恩典，請你着接受我的禮物。你歡喜接納我看到你的面，親像見到上帝的面，請接受我帶來送你的禮物，因為上帝恩待我，予我逐項充足。雅各再三拜託，以掃就接受。以掃講：咱來去，我做頭前帶咯。雅各對伊講：我的主，你知這個囡仔軟正，牛羊嘛拄仔生，若規日攏得趕路，規群羊攏會死。請我的主先行，你的僕人在後面。精神甲囡仔會當行偌緊，阮就行偌緊。阮會到以東我的主遐。以掃講：若是安尼，我留一寡我的人甲你做陣。雅各講：千萬毋通，我的主對我已經有夠好啦。迄日以掃出發，照原路倒去以東。雅各行到蘇格，佇遐為家己起厝，為精生搭草寮啊。伊甲迄個所在號名叫做蘇格。雅各對米索不達米亞平安倒來到迦南地的示劍城，佇城的對面搭布邊。伊搭布邊迄塊地，是伊用100塊銀對示劍的開拓者合撥的後代買的。雅各佇遐起一座祭壇，甲伊號名叫做以勒以羅伊以色列。